日本最近这几年正注重台湾出代志、日本出代志这个议题，嘛有提出真侪项应变的措施，包括伫第一岛链的岛要安怎撤离、要安怎避难。也若伫咱台湾上近上外的与那国岛，伊嘛有咧点岛上的紧急物资，嘛发现讲，若是台海发生战争，岛上的物资根本无够，这嘛引起当地人的关心。甲日本沖縄群岛乌拉国岛的紧急物资仓库开开，各种物資加防災準備食品一箱一箱踩伫架仔頂。米粉のクッキーですね。であとカレーピラフ、トマトリゾット。日本的乌拉国岛离台湾只敢若110公里，岛上居民差不多1700人。伫台海局势愈来愈紧张，有可能真济台湾人走到日本的第一个避难所。不过当地官员认为，岛上紧急物资储备量差不多800人份，只敢若会当挡无到2天，讲是可能无法度供应给难民。日本自卫队联合参谋长吉田贵秀捌伫波兰看过俄战争边境出现的真侪难民，但是若台湾有代志，自卫队无法度家己应付難民的問題。同じようなことが我が国周辺でもし起きた時には。我が国はそこに対して人道的にもしっかり対応し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で、大事なことはそれは自衛隊だけでできることではなくて政府全体で行うと。乌拉国岛的物資是靠1禮拜2遍的渡船，也個附近島嶼少數航班補給，也個定定因為天氣歹取消。為了要應付台灣若有代志，日本自2016年開始，佇沖縄國群島設自衛隊的駐守點，補充佇第一島連續的所有防衛抗備部分。自今年7月開始，也要求第一島鏈的所有島嶼加強服務，甚至擴張烏拉國島機場港口的功能，讓日本民眾會當快速撤離。一個新設會當讓護衛艦停泊的港口，一個甲機場的跑道加長，讓戰機會當起降。另外，也要求石垣島、烏拉國島、宮古島等地及地下避難所這個應對措施。只是萬一台灣真正有代志，出現的大量難民也是無法度解決。来られると来られるとに私申し上げてます。その返事はなんか返事しようが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みんな黙っこくっちゃいますよ。公司新聞陳時東編輯。